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5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历代志下卷34章20到33节，路加福音第2章25节到3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改革。我们说到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被更新，但是对于远离上帝的国家，则是需要被改革。这也是改革中产生的原因，因为在中世纪呢，天主教的腐败，然后就兴起了前仆后继的宗教改革家。到了1517年，马丁路德被天主教驱逐，而在当时候的中北欧的各国的诸侯他们的守护下，更兴起了一大群期待改革的教会基督徒，他们的跟随，那时候就兴起了所谓的改革宗教会。初期这群人被称为路德的跟随者，就是在英文的 Luther 后面加个 an 变成 Lutheran。也因此路德宗我们后世翻译为这个信义宗的教派也就出现了。在那个同时，这样的教会也被称为抗议宗，英文来说是 Protestant， 拉丁文是 Protestatio。这是因为路德在德国的威登堡教堂前面呢，他贴了一张95条抗议文而起。教会的改革最重要的诉求当时候的主张非常清楚，就是要回归圣经的原则。历代志下卷34章20节到33节，我们也看到那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上帝的道路，敬拜偶像。然而约西亚王的时代就反过来，就带他们以色列人兴起了一个改革的风潮，让他们回归上帝。经文说，吩咐希勒家沙番的儿子亚希干、米该亚的儿子亚比顿、王室书记沙番和王的侍从官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和仍留在以色列以及犹大的人民求问上帝，查明这卷书的教训是什么。上主向我们发怒，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照这书上所记载的去做。于是希勒家和其他几个奉王的命令去求问一个女人，她的名叫户勒大的女先知。女先知住在耶路撒冷的新区，她的丈夫沙龙是特瓦的儿子，哈尔哈斯的孙子，担任主管圣殿礼服的职务。他们向他诉说所发生的事情，他要他们回去见王，把上主的话转告王。他说：我要照着王所听到的那书上所写的咒诅惩罚耶路撒冷和他所有的居民。他们离弃了我，向别的神明烧香，以他们所造的偶像来激怒我，所以我要向耶路撒冷发烈怒，永不止息。至于王本人，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对他说：你听到书上所写的，你在我的面前谦卑悔改了。你听到我警告要惩罚耶路撒冷和他的居民，你撕裂的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听了你的祷告，在你死之前不惩罚耶路撒冷，我会让你平平安安的离世。这些人就把信息带回给约西亚，约西亚王就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所有的领袖一起到圣殿去，
还有祭司、利未人，还有所有其他的人民，无论贫富，都到了圣殿。王在他们面前高声宣读那在圣殿里发现的约书。王站在大柱子旁边，向上主立约，要听从他，一心一意遵守他的法律诫命，并且实行约书上面所规定的命令。他使便雅悯人和所有的耶路撒冷人答应遵守这约。这是耶路撒冷居民遵行他们和他们祖先的上帝所立的约。约西亚王把境内所有可憎的偶像都拆毁，要以色列人侍奉上主。在他活着的年日，他们忠心地跟随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这是他们开始学习忠心地跟随主，他们祖先的上帝，就是改革。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呢，约瑟和玛利亚就将耶稣带到圣殿献祭的时候，祭司西缅就是那一位一直在期待以色列复兴改革的主仆，他为耶稣基督进行了献祭的仪式，并宣告了主的救恩。路加福音第2章25节到38节这样记载：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他名叫西面，他是敬畏上帝的义人，一向盼望以色列得到拯救。圣灵与他同在，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离世以前会看见主所应许的基督。由于圣灵的感动，他来到圣殿。这时候耶稣的父母刚好抱着孩子耶稣进来，要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事情。西面把孩子抱在怀里，颂赞上帝说：主啊，你已经实现你的应许，如今可以让你的仆人平安地归去。我已经亲眼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他要成为启示外邦的亮光，成为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对西面所说关于孩子的事情觉得惊讶，是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灭亡，许多人得救。他要成为许多人毁谤的对象，并因此揭露这些人心底的意念。忧伤要像利剑穿透你的心。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安娜，是亚瑟之族法内利的女儿。她已经很老了，曾经结过婚，跟丈夫一起生活了7年，以后寡居，现在已经84岁。她没有离开过圣殿，日夜敬拜上帝，禁食祷告。正在这个时候，他也来了，颂赞上帝，并且向所有期待上帝救赎的耶路撒冷人宣讲这孩子的事情。所有领受救恩的人都要被改革，要回转向上帝。诗篇93篇，上主掌权，他以威严为衣，上主以能力为腰带。大地坚立，不能摇动。上主啊，你的宝座自古坚立，从亘古你就存在。上主啊，深渊发出声音，洪流冲击怒吼。上主在高天统治，压倒了洪水的吼叫，胜过了海洋的浪涛。上主啊，你的法则永恒，你的殿宇神圣，世事无穷。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了救恩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充满，并且能够跟主一同作息，让我们的心灵被更新，而能够来跟随主的脚踪。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